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中国官方媒体继续通过威胁性言论进行挑衅。据悉，在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军队随时准备战斗后，台湾也加强了防御。中国外交部试图通过所谓出场费和分赃指控来诽谤伦敦维吾尔法庭证人。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要求和倡议，负责调查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行为是否属于种族灭绝的伦敦独立维吾尔法庭于6月4日和9月9日召开会议，听取了证人的证词。据报道，包括2名平民在内的8人在印度查谟和喀西米尔的冲突中丧生，超过1000人因上周的袭击而被捕。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只有在欧洲获得一致通过，才能阻止中国崛起，并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团结。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在西班牙领奖后发表上述言论。据报道，一架塞斯纳1824人飞机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地区巴尔喀什湖以南飞行中坠毁。当局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但飞机完全摧毁。另一方面，在德国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3人丧生。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周6宣布暂停与该国反对派定于本周末举行的谈判，以报复佛得角将一名受到洗钱指控的商人所谓马杜罗特使萨博引渡到美国。在挪威的调解下，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代表自8月13日在墨西哥举行会谈。印度一名70岁的妇女在体外受精的帮助下生下了一名男婴。这对印度夫妇已经结婚45年。70岁的拉巴里和达75岁的丈夫马尔达在使用辅助生育技术之前试图生育多年。这对梦寐以求多年的夫妇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